我哋今日唔係嚟滑雪㗎，細細。當然有好重要嘅任務啦。眼前兩岸起滿新建築物嘅河景，位於深圳國際會展中心附近。為咗唔好阻住師傅裝修屋企，細細同姐姐過嚟住幾日，揀呢度住除咗風景靚，仲有大把原因㗎。深圳地鐵國展北站 C 出口。國展北站，顧名思義，位於深圳國際會展中心嘅北面入口。展覽中心附近當然有配套寫字樓同埋酒店啦。唔好搞錯喎，呢度唔係福田區會展中心站嗰個會展啊。為咗唔好撈亂呢兩個地方，深圳展覽都會寫清楚係寶安區定福田區會展嘅。呢個比灣仔會展大6倍嘅展覽中心，啟用6年都仲係靜英英，啱晒鍾意地方清靜嘅姐姐。姐姐不嬲都鍾意住近地鐵站嘅，因為呢度嘅路可以舒服咁行，由國展北站行到酒店超過1公里，一啲都唔辛苦㗎。到啦到啦，真係到啦，睇到酒店啦。呢間酒店部分樓層俾後面嘅洲際酒店佔用，我哋好似入咗去洲際酒店咁。我都聽唔清楚你講乜嘢啊，細細，我哋上去再慢慢傾啦。間房要入密碼開門嘅，所以我叫細細開定道門先。要住5晚咁多喎，梗係揀返間一應俱全嘅酒店房啦。點知我哋帶嚟個煲太細，試爐失敗添。仲有洗碗機啊，但係點用嘅呢？當然唔少得細細最鍾意嘅大雪櫃。姐姐最鍾意嘅係呢樣微波爐。即刻試下機又試食先。姐姐買咗個急凍減肥飯盒。呢份急凍減肥餐嘅食用指南好清楚，但微波爐嘅使用指南要姐姐上網揾一餐先揾到。細細話唔使預佢，叫姐姐食埋佢嗰份，冇問題啊。賣相唔錯，微波爐試用大成功啊。廚房對面係浴室。有恒溫花灑沖涼，水溫唔怕忽冷忽熱啦。睇下睡房部分先，有張好長嘅書台，最緊要係電視對正床尾。間房夠晒大，住多個人完全冇問題。個衣櫃咁大，帶幾多行李嚟都夠擺啦。真係唔夠擺，咁咪用埋窗台位咯。雖然位處飛機航道，閂好玻璃門，其實聽唔到飛機噪音嘅。睇埋呢間房嘅打卡位啊！呢度每間房嘅露台都有洗衣機。
但冇乾衣功能，洗完記得晾衫啦。喺露台可以欣賞幅海河美景，呢度仲係飛機航道，仲可以睇到聽到飛機經過㗎。酒店隔籬就係商場，一齊去行下。呢間酒店生活機能非常好，隔籬係個屋苑，屋苑附設商場。想知自己距離會展中心、地鐵站有幾遠？呢個指示板其實唔係咁準喎。住喺度咁多日，我哋每日都靠晒呢間喜茶啦。每朝買富迪咖啡，然後去隔離Subway食早餐。宵夜就喺呢兩間解決。商場裏面仲有好多餐飲選擇㗎，時間關係我哋去下層商場先。第一日晚飯就喺呢度解決啦。成個商場最緊要係有間超級市場，方便呢個屋苑嘅住戶落街買餸。細細唔使煮飯，不如出發去另一個地方啦。點去？搭地鐵咯。喺國展北站搭一個站，會展城站落車。會展城站同深圳國際會展中心一啲關係都冇，呢度有全世界最大嘅室內滑雪場。留意返，呢度係深圳寶安區沙井，唔係前海。呢個樓高4層嘅商場，提供滑雪裝備發售、租用、保養同寄存服務。最頂嗰2層以餐飲服務為主，唔入去滑雪都唔會悶親啦。唔入場滑雪都可以喺商場隔住大玻璃感受下滑雪氣氛㗎。搭一個站地鐵就到，咁方便就腳滑雪嘅酒店，大家覺得要幾多錢一晚呢？又打開呢個 app 睇下最新房價，果不其然又減咗㗎，平日99蚊一晚，即係人均50蚊有找啊！豪華套房2房1廳都唔使200蚊一晚，預算夠嘅話，可以考慮埋後面呢間大酒店啦。